即摆要分享的是德伟老师，伊是迄个用台湾话教台语的老师。伊今仔日要来教大家安怎管教，互你钱会愈来愈侪。我要紧来学习，紧来甲伊笔记起来，因为我即摆吼伫台北吼，就是物件足贵的啦，所以爱紧的爱看安怎来管销。好，来时间交互德伟。好，安尼就来开始吼。我先分享画面吼，声音拢有听到吼。有。好，稍等一下。好，有看到我的画面无？有安尼会使，安尼会使哦。好，就是这个主题是要介绍讲要安怎来管销，还有投资，还一寡理财方面简单介绍一下。好，头起先就先为管销开始吼。好，大家敢知影巴菲特这个人？毋是著名这个人，是巴菲特。翻译是巴菲特，敢有听过？有啊，听股票的。对，伊就是投资股票投资到就是捌伫全世界第2名有钱的人。即马90几岁嘛，搁咧投资。吼，就是伊讲一句话讲，就是开始欠钱，而且愈早投资是最重要的习惯。所以就是出社会了后，开始有咧趁钱的时阵，就是开始欠钱，开始投资。好，伫投资进程，我就先介绍讲，我伫咧学投，就是咧投资进程，我是看啥物册咧学投资的。好，头一本是这本足有名，叫做就是《好爷爸爸甲善家爸爸》。好，这本册就是有咧介绍讲，啥物是资产，啥物是负债。好，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哦。好，就是车是资产，还是负债？你来开麦克讲看觅。车。负债啊。负债。应该讲，若是你是因为驶车，比如讲驶客人车会使趁钱，车就对你来讲就是资产。毋过你若毋是，可能你就是车就是你的就是物件安尼尔，迄就是负债，就看你用伫啥物所在。譬如讲厝嘛共款，厝是资产还是负债？啊是讲对，你有税人，迄就是资产，无毋对。像 iPad 对我来讲是资产，因为我伫日本教册，我都用 iPad 来教册，所以 iPad 对我来讲是资产。股票，股票嘛是资产。毋过若是有人是算股票的，迄可能就变做负债。所以这本册内底就会介绍讲，就是基本的资产甲负债一寡观念。刷来就是讲，薪水入来钱要安怎来管理？就是比如讲薪水入来，一般若是伫外口公司上班，拢会讲就是有一个寄薪水的口座。应该大家拢有这个经验。薪水到这个寄薪水的口座内面了后，我会去开一个口座，叫做集中管理口座。因为我知影讲我的钱有足侪，比如讲生活所费、信用卡的，一寡固定的开销，还有投资，还有基本金有味的，所以就是要甲遐个钱全部就是寄到就是无共款的口座。就是我的口座有足侪，毋过大家口座拢有无共款用途。尼钱才会来讲，这个钱伫迄个口座是做啥物用的，才袂就是全部几家乱去。就是要注意一个代志，就是这个集中管理口座，一般我会去找迄种网络银行的，因为网络银行一般即马网络银行拢有迄种，就是逐个月会使十届毋免手续费，就是转销毋免手续费。因为一般手续费差不多拢15箍、5箍、10箍，毋过网络银行一般是有迄种，就是10届免手续费。安尼我就推荐一间叫做第一银。我朋友就伫遐咧做，所以若是有兴趣，就是等会使
老话，我会使介绍迄个业务互你熟悉，就是也去开户，就是而且就是用即个口座有一个较好的，有一个好处就是讲，譬如讲我有信用卡，我嘛是用第一间的信用卡，就是一般信用卡就是逐个月纳钱嘛，毋过若是用即个第一间即个网络银行，伊迄信用卡的钱会自动扣，就逐个月自动扣，就毋免烦恼讲就是就是我袂记去纳钱，所以即个自动化，即个非常重要，就是莫互家己愈来愈费气啊，就是会使尽量较轻松来管理家己的钱，这是一种管理口座。煞就是家己的钱要安怎分配，就是一般我咧就是领薪水进前，我会甲我家己的预算先安排好势，就是我的钱要安怎分配。譬如讲，我生活所费，因为即马大部分拢是用就是电子嘛，所以电子譬如讲啥物加口啊，还是啥物来配啥物款，迄种就是一般会用信用卡来扣钱，有诶是用若是毋是电子，就是用现金，所以我生活所费我分做现金甲就是信用卡的，譬如讲，我就先举例，譬如讲现金的部分一个月6000块，可能信用卡一个月8000，就是家己先就是算家己的预算，刷来是固定的开销，我先甲大家建议讲就是，我问一下，火金哥你即马是咧食头路还是？我即摆咧读研究所。安尼，我问阿东即摆咧食头路嘛，对无？我无透露。我无。你会？你问对位？安娜，你即摆有咧食头路无？有啊，我很准时咧食头路。OK，你有讲买医疗保险？医疗保险，较早阮老母甲阮报啦。安水对，我来讲就是即个保险。就是一定要买啦，因为你就是一定到老了，绝对就是，毋过绝对就是可能身体开始有状况，到时阵就是会开足侪钱，这是就是人到老一定会经过这个过程，所以这个保险会使愈早买愈好，因为愈早买就是迄个保险的费用较少，所以这个保险爱买。个有的人可能有有效金啊，看家己厝内，个有一寡税。还是佚佗的，还是一寡，连我一寡3C 的产品3块的钱，我嘛是会算伫我预算内底。就是安尼变做讲，我卖就是，比如讲我想要换手机的时阵，袂讲3-4万块我开，就是我可能我早就穿好势，个有若是有，就是外口税厝啊，还是有人有贷款的，就是家己先分配。比如讲，我就凊彩写一个，比如讲，逐个月保险3000块，有效金可能3000块，税可能5000，佚佗可能逐个月4000，3C若是我手机3年换一届，差不多就是一个月1000，3块加可能1500，安尼，税厝贷款比如讲1万，安尼，所以。就是遮个钱拢是，就是家己，就是逐个月绝对会开的钱。若是讲遮个钱扣掉了有剩的，才摕来投资。有先一个概念，就是莫讲就是我即摆出社会，就急要去投资，莫就是先甲家己的钱先算好势了，有剩的才去摕来投资，安尼较安全。个就是有一个。计用金就是有味的，就是因为可能就是像我就是，像我就是有当时可能无头路的时阵，就是可能要食，就是我找另外新的头路，差不多平均3个月到半冬的时间，就是这个时间去找，毋过这段时间若是无钱要安怎？所以变做讲就是爱有一个有味的，迄有味的钱要安怎算？有味的钱就是甲你食的钱全部。加起来了后，较保险就是这钱去剩6个月，所以伫投资进前，先甲这个有味的钱先欠好势，先欠好势，欠好势了，就是寄伫银行的定期内底，
安尼，迄锁伫内底啊。所以迄钱就是你袂学袂开，因为你迄钱要用就是要去银行，才会互你安尼。所以就是先投资进前，先甲遮个钱拢存好势，了后才会当放心来去投资。好，安尼了解无？好，目前有啥问题无？无。好啊，就是毋管你即马趁的，毋管你即马钱少还是济，拢爱有管理的即个观念。因为敢有听过讲有人就是着迄种头奖，着迄1亿2亿迄种的。啊，毋过平常若是无迄种钱的观念、理财观念，可能就是迄1年了后，迄钱全部拢开了，啊开了后，尾啊过生活，就甲伊进前无钱生活共款。敢有听过即种故事？就这啊，就有。对啊，所以就是你若是讲你有即个，就是你即个系统建起来了后，到时你若是真正着头奖，你嘛知影讲你的钱要安怎来处理。哦，这是最重要的观念，就是毋是讲啊有钱才去想要安怎安排，毋是是你有开始咧趁钱，就是要开始想要安怎来，就是管理家己的钱，这个观念最重要。好，目前有啥问题？我有问题。好，请问。我想要问讲，就是你讲甲遮个钱分做即5种嘛？啊，敢是分做5个口座，还是讲这要安怎实际上要安怎去加分？比如讲，就是我若是即个月，就是想要去观察讲，即个月后个月伫即部分，敢有就是开着另外的钱的。我毋知要安怎讲。我知就是逐个月要调整，因为你无可能一届就知影讲你逐个月开偌济，所以就是逐个月就是你就是要计数，啊，就是要去调整讲，我大概就是，系啊，因为可能20岁到30岁开的钱佫无共款，只到还是囡仔佫有加出来就是囡仔的钱啥物款，所以就是要一直去调整。所以这是爱分，比如讲，即摆就是直接分做5个口座，还是讲就是伫共一个口座去管理？好，比如讲，这是口座 A 口座就是寄薪水这公司指定的，啊，煞咧就是网络银行这个口座 B 口座，啊，信用卡是甲这个白做伙，啊，现金会使直接领，嘿，啊，煞咧这固定开销的部分。因为这是可能逐个月就是自动就是要欠起来钱，所以我会甲遮的钱全部囥咧共一个口座，就是袂去动的，因为这是固定要开的。啊，投资的到是股票的另外一个口座 B 口座。啊，寄用金就是，一般你若是有开户了，你有口座，你就会使用迄个口座去另外佫申请一个登记。哦，所以就是基本上上少4个啦，安尼。我会记你即摆是毋是有真侪银行，就是你一个人敢若会使一个口座，所以等于讲你可能要去4间银行。哦，对，还是我银行超过7、8间。所以就是去几啊间银行，对，去开口座。对，无毋对。好，民风举手。可以讲，伊讲的是，你头拄则讲的是讲一间银行敢若用咧开一个口座对无？系啊，无一定哦，无一定。有诶是安尼啊，有诶是安尼，有诶毋是。看你诶迄个口座是毋是活票，还是电活票？对。对。好。台票就是。一个规天。对。好，了解，感谢。所以到遮会使吼，安尼我就继续吼。好，所以咧就是，若是真正我开始要投资啊。我即摆有就是存的钱会使投资。投资进前先看即几本册，头一本就是即本，这是台湾的册，就是教你个全部股票啊、基金啊，就是厝啊、房地产啊，啥物款全部拢有介绍。毋过我家己感觉就是对少年人来讲，股票是上好的投资，因为基金有诶佫有限制，就是你可能要几十万块才会使去投资。房地产这毋免讲，这咱少年应该无遐能力，所以就是股票是上简单。所以就是刷来就是看即本，伊诶位就是安怎去开户，啥物款，
就是内底一寡专有名词拢会介绍，就是这本册。啊，刷咧就是看就是巴菲特的册，就是当然伊是股票投资最有名啦，当然看伊的册，就是知影就是伊的观念是安怎，所以这三本册就是爱先看。啊，佫有一个最重要的概念就是薪水的收入绝对是比你投资赚的佫较重要。莫小想讲我要靠投资做我的本业，除非你即马是，除非恁老爸是过台面，才有可能。啊，毋过大家毋是，所以就是薪水的收入是最重要的。所以就是专心、全部的气力放伫你的薪水，你放伫你的工课，要安怎互你的薪水愈来愈侪？这是最重要的。啊，剩的才去放咧投资，安尼，爱有先有这个观念。目前安尼会使吼，会使，会使，安尼开始讲，安怎来买股票？股票一般我就分做两款，一种做技术的分析，一种叫做协股。什么是技术的分析？就是一般会看什么 K 线啦，还是法人啦、成交量，还是即马咧时行一寡主题啦。就是迄种就是技术的分析，就是可能就是逐工拢咧操作，逐工都来看盘。当时即马会使就紧落单，落单了后，即马佫会使佫紧卖掉，安尼咧趁。毋过我感觉对咱少年来讲，就是伤费气。你无可能逐工拢咧看迄个线要安怎走，所以较轻松的，而且较稳的，就是用欠股。虽然讲做技术分析，真正足够的人会当趁足济，毋过迄种人真少，而且就是爱逐不时就是一直咧看盘，咱无迄个时间，所以咱就是好好食头路做工课，好好趁钱，出现钱摕去欠股，因为欠股就会就是甲你的钱，算讲就是咧投资一间公司的概念，就是咧欠股看，就完全毋免看啥物 K 线、法人成交量、事件拢毋免看。敢若注重伫即间公司的营收、负债比、EPS、ROE、分红、股价等等遮物件。遮名词就是即本册内底都有介绍。但是我等有讲到，我会使小可就是简单介绍一下。所以就是我甲大家建议就是，若是要投资股票，欠股较好，用欠的。技术分析就是，先莫去目，安尼会使吼。我继续吼。啥物款的股票会当买？就是一般少年人若是要开始研究股票，拢会就是知影 ETF 这物件。明峰恁家知影 ETF？我知啊，就0050，0056。对，就是一般较常听就是即两个嘛。对即马佫有啥物008啥物款我袂记。毋过我 ETF 若是你完全无啥物时间去研究，我感觉买 ETF 是会使，迄就稳。00878咯。应该是对，我完全无买 ETF 啊。我感觉就是若是你是完全无时间去研究股票啦，伊就买这就会使。啥物时阵买就是看你对啊，看你有钱就会当买啊。因为0050就是基本上就是照即马的指数咧行。毋过我甲你讲0050内底就是讲甲台湾头前50名的公司甲扣做伙，变做一个较像迄种基金的物件。毋过我甲大家讲迄头前50名。第一名是台积电，毋过台积电伫内底应该占40几%，所以若是买0050，我感觉颠倒去买台积电较好，较贵气。因为你0050的股价嘛是照台积电咧走，所以贵气就买台积电就较好啊。而且台积电佫会即马逐季拢会分红互你，就逐季拢有现金。到你的口座内底，
所以 ETF 就是，若是完全无时间，就会使买 ETF。啊，若是你有小可有时间想要去研究一寡就是单独的股票，咱就继续介绍啊，迄单独的股票要安怎买就是咱毋是看啥物技术分析，嘛毋是看啥物股价，嘛毋是看啥物 K 线的，咱干看公司即间公司的好还是歹。譬如讲，迄間公司10年了後，敢佫伫咧？譬如講，我估咧，伊感覺7-11 10年了後，敢會倒？应该你家己會使講話。嗯感覺有可能無？10年了後佫會倒？咁10年了後會倒無？应该是袂。真诶，无可能啊！應該是無可能啊！全家敢會倒？全假哦，啊袂啊，啊對啊！啊，台積電敢會倒？10年了後，袂啦，但係啲應中興保全敢會倒？袂啊，这袂啊，啥物？用发电箱袂倒啊，一控數敢會倒？袂啊，啊对啊，啊即種感覺就是即個看到是10年了後佫會佇誒，迄就是會使選擇。這是第一關，啊，過來第二關就是，這個公司是佇迄個產業內底，敢是頭前幾名？譬如講7甲全家，敢是頭前幾名？三日龍頭啊，哦，龍頭，啊對，是啊，就是這兩個就是頭兩名，對無？所以這兩個就是會使考慮。啊，但係這唔能講。啊，就是一控數敢是迄個產業內底頭前幾名？用敢是？另外一個是因啲銀行內底一控數上多啊，啊對啊，啦，對啊，所以這就會當考慮。啊，保全中興保全，佇保全業內底敢是最頭前。是啊，愛看好。另外一個是成功，對，啊，毋是成功，就是無伊遐強。成功伊強嘛，成功若是伊強，毋過中興嘛是頭名。哦，對無？所以這就會當考慮。好，所以這是第二關。啊，第三關就是，這嘛無算第三關，就是另外一個方向是提供稱值的公司。哎呦，哦，這是啥物意思咧？這啥物意思咧？哦，譬如講，假使講即馬有兩個國家咧戰爭，哦，即馬就正咧戰爭。你感覺就是這兩個國家咧戰爭？的時陣，想會為戰爭內底趁到錢。軍會賣軍會。對，我唔對，賣軍會，提供稱值公司會上趁。所以迄美國迄間有這種。洛克菲勒。對，就是提供稱值、提供武器的公司會上趁。好，安尼我舉例有一個公司號做碟嘅，敢捌聽過？伊是賣麭，嘿，我來講哦，台灣的全部的賣麭、賣雞卵糕的店，有90%的原料是伊提供。哦。啊，所以感覺這間公司會使啊。台灣人。即馬足濟人攏介意食甜的，食一寡雞卵糕，食一寡餅嘛，對無？食麭嘛，對無？所以10年了後，大家嘛是共款咧食麭、食甜、食啥物、食雞卵糕嘛。啊，而且就是遐個店，毋管是85度 C， 還是講啥物款的啥物，我毋知就規足濟間麭店，可能咧互相咧競爭嘛。啊，毋過你互相咧競爭的時陣，雖然講互相咧輸贏，啊，毋過因的源頭攏是即間啊，因提供原料互因。所以你感覺你若是講85度 C 伊有上市，你敢會買？你敢會買伊的股票？若是這價這來比，你要買哪一個？啊，當然嘛，買迄個原料的廠商。當然啦，係啊，因為你咧小者嘛，啊，若是伊輸咧。啊，毋過伊輸咧對伊敢有影響？無啊，伊嘛照你趁，了解無？所以這就是提供稱值公司最重要。哦，這就是會使考慮。啊，刷來就是你大概有迄股票，伊開始就是有咧幾項咧選的時陣，就開始真少咧看伊的就是財務，就是 EPS
EPS 还是讲伊的现金分红啊，敢有成长，吓，这个问题。啊，这较幼咯部分就是，若是有机会再讲，我先简单介绍一下。好，啊，若是好，洪老师，嘿，好，主要先甲迄个大重点先讲了，啊，有了等者才讲。好，无问题。OK。多谢。好，啊，煞来就是公司若选好了，就是找适合的时机买，吼，就是，迄好，对，迄个时机就是我用本益比啦，我用 EPS 去算，会较有路的，嘿，好，啊，过来就是讲股票的分类，分做两种，一种是稳定成长，啊，一种是快速成长。一般迄种稳定的就是伊的现金实利率会较悬。啊，股价较袂大起大落，可能就是豆豆安尼，无啥感觉，嘿，像遮几个公司是安尼。啊，若是较紧快速成长的，伊的现金的实利率会较低，啊，股价会大起大落。比如讲台积电，就是大起大落嘛，还是宝雅，嘛是大起大落，嘿，就是分做这两种。啊，毋过我建议少年人。稳定的成长，种股票占家己的股票内底70%，啊，快速成长占30%，安尼。因为这股稳定成长的股票，伊的现金单年分红的现金会较济，迄就算讲是你的条仔股，就是我有这条仔股，而且伊的股价袂大起大落，就是你的资产较稳定，所以这占较济，啊，迄种就是快速成长就占较少，安尼来。好，啊，过来就是讲巴菲特的一寡话啦，就是买股票真正爱有耐心。好，比如讲，伊就讲，你若是无想要互一个股票，就是啃10年，你连10分钟就莫啃。好，敢知影啥物意思？就你买即间公司，你毋是讲哦，我即摆买，啊明仔载去了，我就随袂掉。毋是，就是你买了，确定是好的公司，你当作是投资，就一啃就啃10年以上。你若是10年以上袂啃，你连10分钟都莫买，安尼，这个概念。啊，过来就是另外一个观念，就是讲，就是若是大部分的人咧乱，就是咧惊吓的时阵，看到股价咧落咧惊吓的时阵，伊会愈欢喜。啊，若是讲，大家人愈欢喜的时阵，伊会愈惊。啊，我等下会解说，等下用后壁的图来解说。好，所以就是结论就是讲，你买股票爱把股票当作是咧经营一间公司的感觉。就像若是买房地产的人，袂讲就是啊，我今日买一间厝，啊明仔过几个月就是厝起价，就是厝的价钱咧起了，啊就随袂掉，嘿啊。应该是袂安尼嘛，好，我即摆问一个问题，就是伊趁股票趁遐济，就是趁到全世界第2名有钱的，啊，毋过伊平均一年才趁几趴，大家要看嘛？我咧有3%。3%，我甲你讲，股票平均指数是7%啦。哦，平均是7%。安尼我要10%啦。好，刚过拜蛋。10%。13。你是讲伊的钱，总共的钱的？平均一年然后趁偌济趴？是算加看股票，无咧算伊的资产。15%。其实差不多19%左右。算济啊呢，算济哦。因为我讲做一寡技术分析的人，伊拢会，伊看电视拢会讲哦，我一礼拜就趁70%，我一礼拜就趁50%。啊，毋过伊可能嘛是可能嘛是一礼拜就了200%嘛有可能。啊，毋过伊就稳，真稳，就是一年就19%呢，稳，就是一年就是1.19安尼，可能投资50年就是50成功，即恐怖。OK， 所以就是毋免讲啊，我趁50%、60%毋免，伊一年有10几%就厉害。我感觉有10%就会算拢袂歹。好，安尼了解吼。
好，安尼我要来讲我家己的经验。吼，就是我煞来讲的代志，就是遮个人，就是在场的人是大家的福气啊。因为我都甲我家己买股票，互大家看。吼，我要讲了。好，头一个是104，我感觉即间我真正足介意。因为104真正就是，我来讲，伊足含的。伊趁偌济，伊譬如讲伊趁10亿，伊分人要分10亿出去，无咧留家己用。伊趁偌济分偌济，互伊的股东。吼，就是104，就是我是为2021年开始买，买，一直到就是买感觉即间公司真足袂歹，我就一直再为下骹看，就时间是安尼为下骹去的，就是看绩效愈来愈悬，毋过就讲愈来愈悬，我嘛是照咧买。我头买这差不多2-3档，差不多就是回报率是27.48%。吼，大家看伊的线是安尼，就是你看迄时阵是迄款肺炎的时阵，就是 COVID-19 的时阵，就大落。毋过即个大落的时阵，我甲你讲，迄时阵足侪人足惊，开始咧卖股票。毋过迄时我足爽，因为拍钱嘛。比如讲，即摆 iPhone 卖你一支1万块，你敢要买？绝对买嘛，同款的道理啊。迄时阵股票咧拍钱的时候，我就真爽，我股票价钱一直落，哇，足爽，我就一直买，一直赔性命买。安尼，尾仔就看，就是长期来看，伊嘛是尾仔嘛起来，而且伊的现金呢，就是现金的股利，嘛是足济，就是伊加收，伊看伊就为18年到20年，就是一直拢有咧成长。今年就是因为拄着肺炎的关系，就小可落。毋过迄是大环境，大家拢知影，所以无差。所以就是伊大方向就是，迄公司是一直咧成长。我简单讲，啥物是现金的实利率，就是譬如讲，我开100万买即间公司，若是讲伊是6.24%，就是当年伊会互你62004的现金，是即个概念。好，所以就是变讲，我买股票，当年个会使互我现金。就当作是投资，就是在投资公司。好。煞另外一个是我拄仔讲的，就是卖芳的迄个原料的即间伫卖。即间我嘛足介意，因为伊就是诚稳定。先看即个线，我是为即个时阵开始买，尾仔就起来嘛。毋过到迄时阵就是肺炎的时阵就落咧，就是落落来了，我嘛开始买。就讲起愈悬，我嘛是有咧买。你看，就是这个时阵是安怎会落？因为迄时阵乌克兰甲迄款罗西亚咧战争嘛，所以迄阵就是有影响到原料关系，所以开始落。无这落的这个过程，我嘛无咧惊，我嘛照咧买。看，这计数283落到260几，我嘛是一直买。迄阵就是我会买做钱，我想就是已经落足济。毋过尾继续落的时阵无钱啊！毋过就豆豆买，一直甲欠起来。我回报率是65%，就这4年是安尼。好，煞来即间我嘛足介意，昆鼎是做迄款收粪扫，而且伊是收迄种就是一寡科技业一寡粪扫，譬如讲就是台南迄南科迄边的，就是足侪公司迄种产业的粪扫拢是因咧收。就是台湾科技愈发展，因愈趁钱。你看，迄种我买股票是买到足凶的是，我连一个就咧买，一个就咧买，就是我有迄种有钱就紧买安尼。伊的线是安尼，我讲即支足恐怖，因为有的人看，我先讲一句话，就是今仔日的上悬价就是价港上低价，是啥物意思咧？譬如讲。有人买伫遮，比如讲200块买看明仔就是一直咧起应该等伊较加先才买，毋过一直起的时阵，伊就买无啊。你看伊就一直飞起来，
所以就是有当时啊，你感觉讲即个股票袂歹的时阵，你就会使豆豆徛，因为可能你要等到你迄种甜的价钱，可能等无。等拄着喜宴的时阵，伊嘛小可落一个了，佮随佮起起来。所以看，就是我就一直批死命咧买，一直咧买，就是安尼。吼，啊，这回报最恐怖，4年92.80%，最恐怖。吼，即支，对，收本所收到安尼。吼，所以就是买股票，吼，就是主要是咧讲买股票的经验。啊，主要我问大家两个问题：当时才会当买股票？大家有看？什么时阵才会当买股票？明浩，你直接讲。哦好，我感觉讲，嘛是着爱看，爱有一个停利点嘛。这停利点，我咧想讲，停利点差出15%。啊，毋过我这甲我无停利点，我即摆拢我一个都要拢无卖哦，我一个都无卖哦。一个都无卖哦。对啊，我即支完全无卖啊。啊，当时要卖哦，啊，就还是我停利点，当时停利点。了后，看10档了后，上无10档。上无10档对，上无10档对啊，因为看即个就是伊即个公司，看伊今年拢在趁钱诶，分红分足济，就种拄着喜宴时阵嘛，对啊，嘛是有咧进步诶，对无？所以即支我甲伊讲，你无啥物停利点，伊只讲好，即摆卖掉，就90几%， OK， 我卖啊，啊毋过伊刷来佫继续啪。你若是无卖，伊就90几%，佫毋知几处风。啊，毋过这对啊，所以当时卖股票，我甲你讲，头一个是公司歹去的时阵，就是伊的迄个财报可能有出问题。对，无毋对，迄公司要歹。哦，我知影，所以空公司，你就会去看伊迄间公司的迄个财务报表是毋是有创空。对，嘿啊，对，所以公司来歹的，就开始咧就是出问题的。过重诶，嘿啊，就是会使考虑要卖掉，因为迄间公司无路用啊。第二个点就是，我即摆需要钱，我需要钱诶时阵，我无法度，就是讲会当对啊，对，就是这是高不离中诶，高不中诶啊。可能我要买厝，还是我即摆拄着啥物困难，需要一寡钱，嘿啊，所以我之前有笔诶钱无够用。啊，就国不离中爱卖股票，就加即2个时间。歹势我搭做一个理想对。歹气，毋是歹气。歹气，歹势。啊，看起来袂输你咧起厝。啊，共款啊。歹气。好，还是我即久无写。好，我讲好，所以就是这2个时间，公司歹气甲我国不中需要钱，嘿啊。歹势，提醒一下，需要差不多3分钟的时间。好，多谢。所以最后就是要讲就是耐心啦，莫受到啥物股价，有当时看股价咧落时阵啊，就惊都要安怎啊？啊，毋过这时阵我会愈欢喜，我愈爽。吼，就是你就上 iPhone 即摆卖你10箍，对无？你配啥物买吧，共款道理。啊，媒体佫会。就是媒体有当时佫会讲啊，什么时间什么股票啊，紧买，即摆若是无买啊，以后就无趁袂着啊，莫看，完全莫看。啊，佫有亲戚朋友咧讲啊，你若买迄种股票，迄种104啥物款式，敢会趁钱诶，对无？就是买啥物进前足市行啥物，我袂记就是啥物准相关迄几支，对啊，就是莫受到别人影响。啊，我感觉佫有第5项就是啥，投顾老师。迄就是对，迄种投顾对，迄种老师我来讲就是听就好，你莫听，莫去听，因拢会有诶，佫会要求你去加伊诶迄个会员。对啊，爱留迄个会期，就无采花的。就是若是无讲介贵啊，感觉伊讲诶小可有道理，会使参考啦，啊，就参考就好。吼，
就是重要就是你的家己的心中啊。因为看股票咧落的时阵，2020年迄时阵肺炎关系咧落时，我迄阵我的资产是倒一半，是倒一半。啊，毋过倒一半是我迄阵我朋友咱卖股票，讲啊你即马就是敢卖掉啊，无啊到时阵要安怎？啊，毋过我就足爽，我批死命买，啊即马拢趁落来，安就是家己的心情啊调整好势。好，以上。有啥问题会使问？先感谢阿峰的分享，即摆时间，然后大家当小可问伊几个问题，安尼。若有想要问问题，请你举手。敢有？因为我看袂到野手，所以可能就是阿东替我。好，我会。好，敢有人想要问问题？我开讲先哦，有迄个。有人有人真我来问，我想要问，因为我也毋捌买过股票，所以现在电讲啥物拢毋知。啊，我想讲，就是你若买股票，差不多一个人差不多买几支？对，这个问题，基本的，就是基本的问题啦。你是要问数量，还是要买几栋？对，几栋了，就是几支公司啊，几支对吧？就是几支，像我目前我手头有的25支啊，因为但是拢对，就是我遮基本上拢有啦，啊有诶无写去，对，啊毋过我一届就是你看家己诶资产，比如讲有人。我看我一届拢要3000块、4000块安尼，就是少。我嘛无讲就是等到就是一个才买，因为这一个无可能你买袂起啊。这一个17万呢，你哪一届哪有可能17万啊？直接开落。你拢买迄个蓝山狗？嘿，我买蓝山狗，嘿啊，就是蓝山狗，就是无一张的啦。对，就是嘿啊，因为你买蓝山狗甲买。就是买一支就是1000股，迄是意思是共款。是买啊，就是伊的回报率啊，还是啥物股仔囝咧分红，拢是共款。所以就是莫想讲就是安尼整数较好看，毋免就是连我拄仔就讲啊，你看我连一个都要买啊，一个200几箍我就开嘛咧买股票，就是看你家己的钱有偌济，啊你家己分配讲要开偌济先买，安尼看2000啊、5000啊、200块都要买。啊，这个表是你家己整理，还是讲伊有啥物？伊 app 都会有啊。对。吓，你无因为我无共款的股票的公司，所以伊的就是 app 的显示的小可无共款。对。迄个顺续甲大家补充一下，你来考试内底无钱，千万毋好去买股票。对。出代志。哈？你毋知为约高，为约高价，为约高挂，为约高挂。基本册有介绍，有讲。对。伊这对，无毋对。这是简单的册，要拢也袂晓，就会使去看的册。对，这是我有照我家己咧研究股票进前，我看啥物册，我就全部拢藏去。就是这东西我看过。多谢。了解。好，安尼，因为时间的问题，所以咱各位若有啥物其他想要问的问题，咱当先留伫最后时间再来讨论啦，吼。因为咱时间惊第几位分享者可能会无够，吼。好，还是先感谢阿峰先生的分享，